请描述天选者的义务。一，要为人类培育原能量。二，要为人类实现物种进化。三，要为人类抵御天宫降临。是否了解天选者的结局？天宫降临之日，被称为决战日。历代天选者都会死于决战日，这就是天选者的结局。是否确认参与天选中选？确认。